嗨，各位聽眾，哇，梗係聽了我 background，可能啷個在都來收聽，這禮拜喺收聽山湖，每個人都來拍殼了。這禮拜咧，特別嘉賓我接唔去講，頂這禮拜啷聽到細漢嘅告訴，那是冇聽到細漢告訴嘅是，咁樣過去聽頂這禮拜 episode，聽下看細漢先怎掠魚啦，安怎打巴斯克等北京館看查某啊，特別嘅告訴了，當今。到對嚟講，伊較大漢嘅時，每讀即 college 時，讀 college 到第四嘛 college 去讀嘛，了每看伊還是去生活安怎咧？還是你 still 到第八海個，特別到第四嘛 college 讀出來，讀住搭擺來回。對，你嗰時來。你 OK 哦，你讀出來 OK，成我歡喜成個講，你讀你暑假嘅物件啊是成個。對啊，我是啦，我都是暑假讀，但是如果真係真正暑假讀出來，我是無啦。冇感覺，特別讀會起啦。你特別你成日讀會來講 OK，即個等陣阿偉請成日特別講累嘅物件，阿偉呢請這個位。So 你看你當我講我，maybe 我阿偉呢請嗬，我使行嚟幾 green screen 嘅。分追去啊喂，他玩啊是啦，我想話啊海見，哎呀，嗰隻搭個垃圾咩海見？哎呦，買啊，就對啦。了你OK 嚟講你讀冊嘅生活是。寫生活，寫生活，好似讀 college 或者你半年差唔多2年嘅時間。你還是你記讀冊學銀係咩貴哦？還是 college？學銀啊，讀興學銀學你 school fee 啊，會貴哦。未記咯。冇講實，未記得咩？冇講真正艱苦本啊，冇講正實講。哇！好似冇成間同真正讀幾十千。好似我每一是冇咩記佢啊。但是我係知是冇講正貴啦。你讀你講多嗰陣時讀過年幾啊？年幾啊？談你 diploma？年半你看咯。年半，然後讀三個 semester 嘛。91、92。哇94年讀咯，93年尾啦，93年尾95中就了。然後你讀時就是讀咩物件？你讀嘅時你係咩？diploma。你是讀咩物件？你等教多物件叫我等讀出來是？好似有啊咩啊？咩 economy 啦，咩business accounting 啦 ，business law 啦，係咪哦。然後 after 你讀出來時有冇拍到拖啊？有成個插八條朋友啊，個連嘅朋友然後有上一課啊。好似 college 有啦，真濟，好似幾支參到幾支參掉。成個會參嘅朋友啦，是。好似較參啦，規班較會參，到當今有幾哪個直直參掉。college 是幾咧朋友嗰度。然後是講早幾年，幾年前啊，8年啦，因為8年前。兩個朋友，2個 college 嘅朋友就幾年啊，2年。哇2個佢哋破病。我當今2個真好嘅朋友。咪是少年個。少年個好似40歲，差唔多呢。哇！咁樣最近知道我對去馬來西亞哦，我聽到一隻朋友哦，講上回嘅แล้ว幾時嘅咯，幾耐嚟嗬，我聽到忘記點。是咯。即係你冇小掉那紅險，哎呦，好似紅險學就病隻實貴嘢冇那塊，一齊驚。重點係就係借啊，個借差唔多啊40幾歲嘅啊，幾錢嘅借？咁樣只係破病 cancer。係咯少。所以唉，真係所以
朋友就錢啦，哦，會拄着時就拄啦，對，莫過去講，哦，了你會插捌到嘅朋友，等過了你大毋是 college 畢業了，畢業了就頭一份做工咯。嚇，安怎找到工？到底倒落位做咩工？安怎呢？我頭一份工知人咯，頭一份工就是賣 golf 嘅 membership。哎哦，你是搭隻 golf 咧 golf 嗰 club 啊？時是上個馬甲位是叫 Crystal Golf。哦，我知，我係只有 member。啊，是咯。Crystal Golf Club 就喺度企啊！嗰時賣伊嘅 membership 咯。哦，唔知是唔是我是講唔知是你背後我只有 membership 喂。應該唔是啦，應該你賣我會知喎，因為 OK，你真係咧，所以真刺激啦。你隻出來是你到頭了，你是去到去找工咧？定到安怎找工嘅？定到是報紙這是報紙，這是報紙了幾多？我嘛唔知嘅真係少啊！我無只出報爾，你叫我去賣 membership，好似嘛未曉，死嘅大人種。安怎你記安怎裝啊？你都冇俾白只戶字啦。口咯，無就是嚇，一無就是service 都對古幫嘅，像啊對人無做咧啊，伊個 member 叫伊介紹伊朋友安咯。哦，哎呦，歹做本嚟㗎，我話啥？我歹做對我嚟你個講未歹做，有。咱無人，咱有人成成有迄個 sales 係第人。咱無少是第人頭前就去做嗰個工，是真濟人啊。咱上好本啊，去學拍 golf 啦，咩啦。誒，不是小本行啦，安怎你講下這份工時咯，學到係咩物件？experience 經驗到係咩物件呢？做這份拍 golf 咯，即學到就是拍 golf 咯，當時啊。HUB 本來你看。因為都是 staff 嘛，所以都拍球面對嘛。哦，所以你是做好 Crystal Golf Course 去做嘅啦，伊唔是成講伊個安怎講啊 ？office 唔是做 Crystal Golf，伊是伊 marketing arm 嚟咯，是人伊 company 嚟啦，所以伊分出來咯，用golf management 加 marketing 分咯。哦，但是我睇當時帶 member 去拍嘛，帶 potential member 去拍啊，哦 ，OK，都 staff 嘛，面對咯，嚟拍啊，都輪拍唔要緊嘅嘛。誒，你會安怎學啊？你會學拍 golf 安怎學啊？有人教，了有一個 driving range 咯，頭頭去 driving range 拍啊，拍幾百了番，刺激本啊，好似這人啊，好似講到拍 golf。講到拍 golf，人就感覺像係一隻 high class 嘅一個 sport 嘛，咁嘛爽咯，人拍架底嘛，好似哦爽拍 golf 咗啦。你都記得拍 golf 是？哇！了你去到邊做幾年？發覺去賣 membership 係咪？差唔多6、7個月啦，差唔多6、7個月。你後尾做安怎買做？會賣哦，你會賣哦？冇咩會賣，貴本啊，我係記得貴。嗰時幾十千嘅，90幾年嘅幾十千嘅，是一筆大鐳咧。了睇咩事啦？我冇咩記啊，想去做咩我未記啊，想做咩啊？嗱，我冇做賣 Crystal Golf Course membership 咧，去做咩啊？哦，我落 KL。哦。我去 KL 做工做，好似做差唔多半年啊。做咩 ？salesman 啊？做 sales，半年了就半年啊，規日都教人要讀車讀啊，大家驚。因為嗰時 highway 都無嚟坐，嗰時 KL highway 無嚟坐，所以來去去就幾廿條爾。哇！你讀到路而家是變就對啦。嚇！你讀吉隆坡大，你讀到位你知啊？你會記哦？蘇邦。我讀蘇邦。USJ。
哦，所放 USA，然嗯，後半年啊，差唔多半年，差唔多半年，對來搞雜啦，對來做咩啊？對來做咩啊？對來做要做 printing，哦，printing，到底多少卡是有啲讀到？書卡啊，本是做 哦 sales，我是本是做 sales，哦，print 是 print 係咩物件？意思是，伊是叫 membrane printing，然嗯，後伊是上加，怎講啊？silk screen 啊，silk 哦 screen printing，silk ，OK，screen 特別 printing。唔是干那衫啦，有啥物件？無伊無 print 啥，是 print electronic 嘅物件嘅，哦像講伊，OK，嘅 printing circuit 安尼一個安尼物件，了解是車嘅即個叫咩 dashboard 安尼物件啦。然後而且整個是用 silk screen printing 嘅，哈哈哈哈哈然後做差唔多，industrial 一年啦，industrial 嘅，industrial 啦，物件，做 industrial，都差唔多一年啊，佢差唔多一年97年啊，到7年中，啊，到7年中就去做 electronic component 咯。哦，還是去到，你是安怎我嗰時讀數藝亞啦，數藝讀，我喺 office 讀數藝亞啦，你大家知嗰啲嚟回咯，哦，大家知嚟回數藝亞啦。啊，嗰時做到久，好似做97年，做緊2000年，做3年。哦，啊，但是嗰時是這3年是第爽嘅年，哦，是啊，講下係咪熟爽？做工內面是第爽，因為3年內面我只接住，因為我唔是嚟當你白教嘛，所以當你真係我未在，嗯，所以就接起學我只嘅咩 assistant sales 啥物幾樣物件咧。啊，嗰3年內面，我 from assistant sales 去到 sales manager，哦，嗰時是真俗嘅時就對啦。啊做 sales 做，enjoy 係咪嗰物件咧？時我係咪叫做咩嚟爽？嗰時你是主要你是做到入表做咩？入表 customer 啦。我哦，頭家做生意，嗰時做生意差唔多成10年啊，佢做未入表，哦，然後我做入去哦，所以成講哇，拍拼好都拍，achievement 咯拼掉，係 achievement 啦，嗯， ，achievement 咯，頭家做成10年，一個8億 manager 啊，離國國啊，咧做來做去，咁做未入，結果我做入去。然啊，後不時大個月1 million 幾 US$ 嘅 sales，哇，哇！哇，好似夠係真大爽咯，係，哦。不時嗰時 crisis 咗98年嘅，即啊係 crisis 咗。，economy crisis 係掉，啊，呢個 crisis 我做到一個月1 million 幾嘅嘅 生意，sales，嗯，哇！好似爽。我99年做到，99年做到嘅時，頭家本是4萬歡喜，因為做到半時本做未到，結果我做咗第2個月就1 million 幾 US$ 嘅 sales。哦，嗰時年尾呢，好似我年尾啦，了年尾嘅時就頭家帶規公司，咁樣去過了這度，哇，攏幾人？哦，公司個幾人？差唔多11、12人啊，無管真正大啦，公司，無講正大，一是個 trading house 啊，嗯，了規公司咁樣去哦，嗰個新嘅 staff 咁去了，哇，報掉，頭家歡喜嘛，做一個月做2年幾嗰時哦，了伊個做10幾年，個做未入嘅哦，歡喜。佢個了啊，規公司冚一禮拜個嘅，哇，規公司去哦，然後將來佢頭，咱一個積分啊，咱講做工嘅一個積分。嗯，所以你想起是他3年內面做工時，就是你有成個有成績，有做到這有紀念誒，真歡喜咯，嗯佢做到另外一個 customer 呢，就啊真爽咯。伊公司是冚嘢啦，一個台灣廠嘅啦，啊了伊是 ISO，了我唔是 ISO 嘛， ，ISO 什了我麼？個 ISO standard 啊，哦，OK，意思啊，所以我有報掉將 component 啦，一個budget component 互伊咯，了我是少人嘅所在用嘅，哦，報 so 掉 that 是個物 because 件。you ISO 啥你伊愛 ISO，了我 certified 無。啊，你即間搶無 ISO，了我是少人入去嘛，啊
哇，好是設計好，我就將規條 production line 對條 ISO standard 嚟去 design。哇，加嚟加去，我未曉 ISO 嘛，好似我做，為之做上，做了，伊 R&D 個搞我四百好，伊樣嚟 audit，伊嚟 audit，audit 呢，伊即個叫咩啊？伊 QC，伊 QC 嘅人，我講即個唔啱，你唔啱。即個安怎甲安怎？因為我是台灣腔嘛，所以人講華語誠濟。伊個不濟性就甲我誠好誒，伊就偷偷甲我講，你家講韓文，你家講，伊袂曉。你講韓文，伊就袂會啊，伊就唔敢會我。我話家講韓文，你講華語，我哋家講韓文，講韓文，伊就唔敢會啊，你做，結果還巴士。伊叫我你有時就自己就好意，好似搞笑啊！做咩事？你講你幾年 start 喺邊？97年。97年，你就係接到談咗一大單成啲啊？冇啦，差唔多99年嗰陣時啦。哦，所以做一轉做兩年了。慢慢記啦，然後99年嗰日就表去表。你幾時加走誒？後邊你講你做幾年？2000年啊，才出來。哦，你過幾年咪5年啊？邊你做？我2004 3年啊，3年加加啦，3、4、7、9、8、9、9、2000 3年加加啦。OK，你做咩事走咧？還是？自己出嚟做生意咯。哦，自己出嚟做生意。哦，做咩？好似咪出嚟變 component 咯，俾到堆嚟搞數咯。曉得淡薄，即係即個你。因為好似有啦，跟頭家淡薄嗰啲啦，頭家淡薄比較細啦。哦，做無歡喜啦，每個個。因為頭家人咧，看到成是感覺都比較啊，物件做嘅質量唔知後面聽外口嘅人講，嘢無食嘅物件。係想講做落去冇意思啦，咪做，你咪出嚟做。所以自己 start 自己啦，自己成意啊。好似當時做 component 啊。做 component 意思係咩？做 component 意思係 electronic component 咯，我未咧。แล้ว你是 manufacturer 還是你去辦嚟賣 ？trading。哦 trade，OK。trading。唔係你咪是會曉，聽到你是你到底喺一間公司做時你有學到嘅減啊？嘅減啦，因為 electronic 學未了啊 ，electronic 嚟做，嗱你機器 engineer 都比咱識喎。咱無可能比 engineer 厲害嘅，咱厲害是夾小嘅嘛。厲害夾小嘅。你出來做自己生意，自己生意，然之後頭擺開自己公司。對，大家自己做，要慢慢做啦，做了，見啦，做到08年就較輸了，伊就講你就較輸了無。所以2000年起就使自己做自己生意啊？2001啦，2001。OK。แล้ว你做聽邊啲學嘅嘅事是你自己條生意條事啊？你好似，只個暑假 Apple 誒 computer 正好啦。80幾年時就暑假 Apple 咧，因為我小學時我就學電腦咧。然後有一檔新鮮就帶我去講 exhibition 啊，你看。แล้วกูฟังนี่電腦嗰度是青色嘅嘛。你 screen 啊 ，screen 是青色啊。screen 青แล้ว冇 graphic 嘅嘛。你講其實 exhibition 都看到 Apple 啊，animation 嘅喎，伊個叮當嘅喎，伊做物件個了，哇！伊個 logo 個是家樂福嘅嘛，嗰是80幾年是 Apple 嘅 logo 加，你都看到一個哇，幾十千喎，80幾年幾十千一個 computer，咱是實夭壽，我若食落去，人夾去賣掉，冇嚟講。但是你有迄個腦內面都想着，你都看過這種物件，安尼款特別嘅嘛。你就真是甲 Apple 嘅，你都90幾年，咱就無90年嗰是貴 Apple 嘅 computer 嗰是400。到Steve Jobs 對咯，伊出嗰個 iMac 嘅時咯，就看到哇，原來刺激阮哦。但是伊出好了 notebook。
一个像个家乐福本的啦，像个咸的，clamshell 对鹹嘅對，你在想，你想，这个咸的我买了成无咩啱呢？你可以做 business，你可以做 presentation，有一个咸貴，你講噶？誒，咱唔是多 fashion line 嘛，design 啊無相啊，咁咪買買咯，佢咧出 iBook 嘛，iBook 白色嘅咧，嗰一個，誒，一個啱啦，一個就 OK 啊。一買了跟 start 去看，買了誒 launching，哦講到 podcast 啦咩啦，都 start 去做，看咯 ，search 咯，一係隨到路嘅嘛。所以無買 Apple，相信我本應該無去拄，無去想就講 podcast 是物件。想買到 Apple 了，就想慢慢啊。總之本是，怎講啊？80幾年看到，到04、05年、04年啊，到04年，差唔多20年啊，10幾年才買到 Apple。啊，好似少，較貴，好似就獨家同業啊，大家就是。我係定得咱講只字本，點解講 Apple 條毒嘅物件？你就係啊，條毒嚟咯，特登啊，用到就條毒㗎啦，獨家同業啊。但是有時用 Apple，有時也爽，有時 iBook 都大 market 冇咩人用啊。有時Starbucks用時，好有藍巴士嚟爽，開嚟後尾嗰條開喺度都看。哇！成日感覺有家己只，哇！有時啊，拿鋪翻啊，拿鋪鬧啊，用 Apple 啊，一個開佢多啊，或者佢未多啊。誒，當佢一時記㗎啦，用 Apple 是冇咩特別咧，嗬。當然你看到你開嘅特別，嗰啲是 Apple 咯，都就嗰個發嘅公司。你後尾個冇開啊，冇幫佢開個開啊 ，Apple 嗰個，哎呀，都係刺激啊嘛。你成日你到底做工，家己出來做生意裏面，嚇幾年嚟講，你家己一人做，你有請人甲你做在做工啊，啥物？啊，有啦，幾人啦，無濟人啦，因為做 trading 無是安尼濟人。哦，了你是 trade，你講成咋 trade 是講你去成日找迄個賣，找 customer 咯，看伊愛啥物 component 啊，了你去找 supply 了賣可以，所以你成變做成日動五人啦，嚇對 trading 咯 ，sourcing 啊，呢啲嘢。OK。你好似 sourcing 無咧用嘛，一人無咧 sourcing 嘛。然後咱好似咱就對迄個 modem 落去咯，咱冇幫用 online 啊，滴咚咚咚咚咚啊，嗰時咱就用啊嘛，咱就識啊嘛，你話 sourcing 咯，就 source 咯。你不是厲害？好似用 Apple 真好嘅。咱用其他哦，咱係去到中國啊，還是台灣嘅 website 時哦，伊會當人字就看袂到。拍嘅，那一個。拍嘅呢？我以為是亂出呢字呢，當然是無咁嘅問題啦，對方拄着咁嘅問題。對。伊 document send 來都未看啦，咪啦，特別咪 Chinese word star 啦，咪甲看到。咱 Apple 真好，伊來個教了有。你係咪去找啊？你係咪伊個 document 出來都有看到？你 online 啊，我咪跟他無事，不是用嗎？แล้ว你ช่วย你 supply 嘅แล้ว是冇實會中國咁樣喎？中國台灣。哦，不是中國台灣籍。แล้ว你咪是 OK，但係是讀你嘅 business 本是有用哦。老實講啦，讀 business 出來就冇用。特別你咪是自己做生意喎，你個家。首先你免讀你本嚟會做生意嘅，因為一讀嘅物件是，有陣時你敢若舉就一個實嘅啦，舉就一個實。所以如果係講真正伊讀嘅物件有用，我感覺是冇咩用咗啦。較濟是 experience 較濟。有陣時，所以我講真正人讀。你讀 business admin 啊，讀 business 啊 study 嗰啲物件，我感覺是真係。你係巴士冇你咁苦啦，冇你咁苦，嚇興。你係但是讀咗出來唔易。你成日到底
做生理出来做生理路有啥有經過係咪物件成啊 experience 經驗對啊，你有陣時你 customer 啊，啥物物件就趣味就即係會記嘅告訴我。趣味啊，趣味是一個學你嘅 customer，有時我做，唔是講本來啦，我是個做別項物件，做好一個學你嘅 customer。物件做好，頭做啦有supply，有啥物一站幾哪年過，然後紅一站伊 order 物件過了是愛聯絡伊找無人哩。哎呦，找無人，我差唔多有3、4個月找無人，打電話就無人聽，未通，你個 email 無 reply，啥物鬼，甲了本無。然後有一日伊叫另外一個朋友介紹伊，介紹別個，阮找無伊。3、4個月後過時，甲來講哦，伊過身去啊！哎呦 ，heart attack！哎呦，了order阮未行，但是我這個物件甲了做出來。是啊，就好啊，你嘛是，喲，你安怎啊？無了食8000，都賺你幾哪年就了。喲，但是無變咯，這物件人heart attack過身了，安怎？好啦。對啊，了3、4個月啊，過了個聯絡，找到另外一個朋友，伊講聯絡本是個人找這個找迄個，了叫伊甲找到伊安。了甲知講伊過身。哇！你不佢見咪是解安反成你，但面是成你還是你都被使講有直條彈就彈就耍，你都被爆掉。所以實際上人做生理阮無呢會嘅。當時呢拍工呢好像呢是時間到過尾行落。但是講去煩惱勁講。你想講你生理啦，你趁你幾哪年一段呢，你就了咯。所以這個 risk 了是做生理人愛行嘛。對。但是你嚟講，但是講拍工嘅啦，我一個月也5000。上5000嗎？3年後我嘛是加5000。increasement 啊去5500啦6000啦。你都是加是真好嘛，你無了啊咪嘛。但是本身嘅 risk 就是多一邊。是，大好大歹，你愛賺大內本，有可能你會了就這本咯。了你當時你是趁你3年，但是一段呢，你了。了個了，了你想袂到嘛？咩 heart attack 了佢無嘢。了當怎？了你有可能輸伊嘛？輸伊嘛無用。伊就死伊啦！伊公司啦，伊公司執笠，你輸伊嘛無用。是。了所以變到你當時生理嘅 risk 就是多一邊。你做生理是有啥？我是未做生理較少啦，我是想。你想有樣的看了，會成日講，會成日直直擔心嘛？來看是啥？加定就會啦，你定了掉安尼是趁幾年嘅了個了，定就會擔心嘅嘛。因為你 cash flow 定就問題啊嘛。你真係你 cash flow 定問題咧，你都係問題咯。都定來看就，哎呀，頭實起來看。對啊，這時陣都差唔多，盤嘅啦，就是定落都等於咧。嗰度是差唔多是上緊另外3期咯。你下時除了到底你家己做生理，你應該出來探人較濟啊嘛。假是好似嚇，拄着朋友啥物參嘅朋友，你嘅 circle 嘛是成個會拍較闊起來咯，還是？哇，好似我參加一社團啊。我記你參咩？我參一個 JCI 哦。對。JCI 好似而家等於我 check 你 email 時候，成個是個 JCI email。我參嗰啲較濟，好似啦。JCI 是叫做咩嚇 ？Junior Chamber International。本是啥成立係乜嘢？特別少咧。伊是叫 Chamber 啦 ，Chamber，但是伊唔是真正 Chamber of Commerce 啦，伊是 more on youth development。OK。Youth leadership 嘅一個 organisation 啦，伊是放得大美國嘅嘛。所以啥？你參 volunteer，你用 volunteer 啊？你？伊是屬於 volunteer organisation。了，但伊 international 有 link 嘅咯，伊上加 Asia 啊，有 Asia conference 啊，了有 World conference 啊，咁啲物件咯。所以當時就去，你嘛捌到真濟其他國家嘅人咯。network 就嗰邊 develop 出來咯。
哦，做咩事你會去到就這 CI 呢？哦，看新聞，一個新聞用一個 DVD，然後我感覺成真好意啊，然後嘛，想我覺得 online search 這個到底是蝦米物件誒？做了start 聯絡了就 join，我們是差唔多抗1年是抗1年啊，抗1年 start active 嗰邊。然後伊是 already organized already 到啲邊嚟，但是到嚟伊啊，伊到馬來西亞真久咧，就是到馬來西亞都真久咧。伊到美國是1915年 start，然後到馬來西亞是1960幾年度嘅。哦，啊，然後就 start 咱當都 active，咪是 for below 40啦，係啦 ，after 40就行咯，所以我當然冇 active 啦。哦，老啊嘛，老咧就愛參白嘢啊。senior 啦，特別係 senior chamber。我人講老咧就係件 Lion Club 啊。對。Lion Club 冇開聲嘅之類嘛。冇開聲定，冇肯啊。哦。你做下邊到底下邊去做，我感覺到有成個學到咩物件？學到 organize 咯，好似講真濟就是要算 organize project，所以我怎去 organize project，怎去 communicate 啦，怎去 motivate 人啦，怎去做一個 leader 啦，然後交配咯，即係交配嘅物件咯，甲無相國嘅人去聯絡啦。你只 active 我記你只 active 就點樣？我是真 active，好似差唔多逐年樣嘅Asia Conference 我去嘅。哦。好似去日本啦、高雄啦、台灣啦、香港、真濟、新加坡，你感覺到係咩物件？哪一方面對你想要做你有興趣嘅？你是講即個參與起來啊？你係咩事有淡薄？你想要 enjoy something 嘛？from 伊個 group 啊，你係介紹直接係繼續啲做。我嗰時呢是，我只係在2000年尾抗1年嘅時，讓別人嘅 chapter 往 bid for 2004年嘅 Asia Pacific Conference。哦，到啲邊頂會做啦，是講。到邊啲會做？即係真人啦，因為嗰時是喺 handle 5,000人，from all over Asia 啦，只有幾個 country 嘅人來，所以是一個真人嘅物件。學到真濟安尼款嘅一個咯，互我看到 personal improvement 啦，較濟啦，有看物件。然後如果做一個 NGO，你去 organize 5,000人無相國家嘅人來。So challenging 啦，對你嚟講，學到就係物件很。如果你真少有機會，你去 organize 就5,000人來。對。你愛怎去招待啦，你愛怎去arrange transport 啦。攏幾人，攏一定上是幾馬來西亞誒 group。我敢若邊頂6個 chapter 嘅人做。哦。所以正基 committee 差唔多10幾人嘅。哇！所以10幾人了有啦 helper 差唔多成100人咯，90啦。But before planning 是多10幾人。所以 from 10幾人都愛去 handle 一個真責任咯，真好物件啦，呢個就真好物件。你唔知啊，到有誒，即是安尼拄好我做誒時有，學到安尼物件。然後去看到，然後嗰時我有啲甲日本無聊啦咪啦，所以你看到樣安怎去做 project， 樣安怎去 organize， 樣誒 detail， 樣看物件安怎去看個 detail。所以變做互我看到講，這物件樣是當時咱會去怎講學啦，樣日本啦，樣做一個樣誒 Japan night，伊 detail 講啊2、3百趟，伊本去 detail。咱就無想到迄時物件。伊會互你同伊講，我做一個 event， 我來幾人，你嘅 registration 5,000人，OK啦，有可能有5,000人來啦。咱講6,000人就好咧，講咱6,000人了，你看你有300，你 make sure 300袂使落到塗骹。到2004年嗰陣時，你講300咪落去塗骹，真濟人，咱毋捌去想到迄物件。都from安尼款嘅一個咁樣。
organize 对一个物件，甲人了内面，你学着讲，原来特别想在这啲屌物件哈。咱有阵时for 一个你 program 可以去行甲真顺，你想讲，原来物件咱会使想哟，咱会使做哟，咱会使去看，咱需要去看，所以看咧出来，proof 嚟讲，因为伊安尼款看，所以伊咱行得真顺。拖假你看无3巴，来人也欢喜，大家人欢喜啊。所以你放咧，咱就讲，原来物件咱需要，咱看甲真利着，所以你感觉麻烦啦，头你感觉麻烦，3巴汤你去管伊安尼钱什么事？但是你讲，因为你去看安尼利着了吼，你想着讲，你反了，咱会规个大点行是真顺，来人都欢喜，拖假无3巴。像咱当今凊彩去一个，如讲。像一个 market 啊，嗱，就係 weekend market 又好啊，咩又好 ，wet market 又好，當時看到佢頭家10巴嘅，都閒啊嘛。但是因跌到3巴冇，都看冇3巴嘅頭家，伊3巴未使摸過3巴單嘅，所以佢怎去做？所以這物件是我學就感覺咱大富士啦，好似咱嗰陣是看冇嘅，咱無像就講這物件。應該去看啦，有裡面嘅人。伊細節是，你想講啊，細節咱學到物件咯。物件，我學到物件啦，到這些內面，了就 start 300萬加了，我就05年就去做伊 chapter president 咯。然後08年就做伊 national vice president 啦，就慢慢學咯，無相物件。你做啊，你rasa成日講。但係你做呢幾年入面，講你有感覺到講對你本身你有成日有滿足啦，你就學做物件精進。對啊，因為你無相 position 嘅時，你學嘅物件無相，即係你看啲物件無相，你拄到人無相，變做你學物件無相咯。都不伊要緊張之後，我 organize 物件是一件重要嘅，所以我看物件本重要，所以而且當時。organize 咯，假如你家己 business 都幫 apply 嘛，嗱呢個物件都嚟講緊地條個大陸，這啲物件嗰是過來咯。有啲咩事當然係做成啊，會做成啊 event planning 啊，係咪？你可能唔記得。event planning 而且 event planning 對我嚟講比較實際。你關事啊咯，就 organize。關事啊，所以真冇咁講，就係嗱物件，你講啦，所以變咗，這些我學嘅物件係咁咯，所以我40歲嗰時是2012年是入去一屆嘛，嗰時我就夾到一個 position 是 international position 啊，叫Asia Pacific Development Officer 啊咁樣咯。所以嗰時我 in charge 是 Thailand，咁啊去 Thailand help Thailand 嘅 JCI to develop 啦。你如果講叮當看你小叮當。我都冇解講嘅，我就變咗有閒嘅機會咯，就去看別個國家人都在做物件啊，你捌到係咁樣嘅人咯。其實閒嘅機會啦，แล้ว過咗2015年我就真係參啦。because 你超齡啊，冇人嗌我啦，鬧啊。40歲就未使參咩啊？會使參啦，但是都未使入 position。保險冇。伊本是俾學成啊，學你較少年嘅人有機會有這。因為這些這個是講position 啊，你每一個 position 你會使夾一刀夾1年嘅，你因為你做 president 要做1年嘅，所以伊互你其他人機會，然後本互你大1年內面你愛學你方面都去學啦，你愛做方面都去做，然後你互其他人嗰啲機會咯，1年嗰啲換人就1年話。好無好，就是你做得好，本來是1年；做得歹，本就是1年。做過了40歲過了，無可能個當然學做嘅嘛。而家當然你40歲過了，你 JCI 對你安尼對你來講，你是有到底成我哋咪只大部分嘛。然後過了40無通 take position，了你感覺到成啊，咪頭嘅時陣。後頭你感覺就講，哎呀，白又想食啊，笑人騎騎啊，你看咯，佢喺度想本少嘅呢。但是你咁樣想講，你無走規隻，你喺 control 了冇意思嘛。後生囝就想可以機會去家己
develop 嘅嘛，伊去弄壁好，伊去虾米又好，即個本事伊喺買，responsibility 嚟嘛，所以咪慢慢放嘅咯。一頭賣出現是最好嘅啦，要無事，要無亂亂嘛無事，賣管理咯。誒，因為我問題是嚟講，如果誒鬥架招我做嘅，咁咪鬥架招去做咯。你未啦，成個風險，即空虛嘅咩啦？風險咯，你即係所以頭是有嘅，頭是有嘅，但是都慢慢家己係 adjust 咯。你都做咩？按照 adjust 啊？啊，按照 adjust 啦。做咩？佚佗別物件啊？佚佗咩事？知道？佚佗啊咩事啊？好時去佚佗咯。自己行下嚟咯，去行食風咩？行咯，食風咯。你講點先？我話啦，實際無應該你有看。你有做 active 條是即你 active 條是你無面點先做，你可能物件嚇。有啦，像但是你無講去，你有一個，像講我一些白水講conference啊，一些conference你去到幾若日，你就愛去伊個 event 嘛，你未真係去行嘛，所以你過了都愛去，有影時間去行咧，我就唔自己做行。你當時做咩啊？興趣啲咩物件？新嘅物件40號幾後？高比。定要講高比啊？不所以成日跳你起來講嘅。但是我較濟佚佗是 Andrew Coffee。哦 ，Andrew 是意思係咩？講下。意思是啥物啊？你是按照自己嘅手架啊？係咩？就是個 Andrew，係咪是講唔是 machine 做嘅啦？你是嘅注意喺度嘅嚇。對，意思上個一個，按照講啊，Andrew 是我感覺講。你講按照跑，按照加嘅字。伊個字都係夾你加個筆，我伊 grinder 那係啊 grinder 咯 ，grinder 過了，咱normally espresso 嘛 machine 嘅嘛，你係當 machine 煮咧，了水落來嘅嘛，所以 hand brew 呢就是伊有一個叫做 V60嘅一個，你叫咩啊？伊是個別老，伊是抓，係個別老啊，然後都係抓，係抓咧係個別款，伊是玻璃，一啲像線呢，然後呢？伊有玻璃，伊有塞拉米。哦，我想看咯。伊真係麻將嘅啦。然後伊一個像大哥，伊大哥嘅喙尖尖嘅，一個彎啊尖尖嘅。哦，慢慢跑哦。伊有算時間啊，就一 gram，就一水，愛轉幾塊啦，哩哩個個。嚇你講，然後慢慢跑哦。你是自己研啉了，個自己學起來跑是係咪做啲興趣？頭啉start 啉咯，啥袂歹哦，你就 start 家己買物件咯，買 grinder 啦，買V60 啦，買琴啦，買大哥啦，哩個個。個興趣嘅新嘅興趣。了，伊講好是，伊講特別是講，因為個別紙食集中啊，無像國家啦，了無像伊嘅處理辦法啦，無像伊嘅插豆嘅功夫啦，哩個個。所以你每一粒豆來，你買來哦，你泡嘅功夫個無像，所以你就調咯，你講你感覺一個安尼款嘅辦法，像我大豆泡嘅辦法，泡出嚟個鼻子出來，上個是唔啱。佢哋第一數，佢哋問問，上這樣啊，安怎調淡薄啲，調淡薄啲，調淡薄啲咁。所以你當時做上次了了幾幾路，安慢慢家己去調，家己切好了了，這物件，我就是講安尼款啉一個啊。然後下晡佢哋買別項嘅，紙佢哋切到。你參別人啊，是即係你家己一人嘅好比較就是。你成個甲別人研究，朋友研究即個比嘅，研究跑是你家己將啉啊？多處是家己啉啊，你若是講去外口店嘅位，嘛甲伊店嘅人講咯。你給店人講你讓店人跑好，你還是你跑人？讓跑啦，所以你世界講，你陣間咩轉幾個 round 呢？你個比抓水就會到這度，你可能是你差唔多成個你去個別店，我買隻個別，你教我安怎跑咯，你跑出來，你講啊，你講跑安怎講出來是安尼講你個別，所以講啉了感覺啊，咪是安咯。
所以一間安尼款嘅人啊，你去第二間，咁嘛，像學功夫啊，你就個邊咧學功夫啊，伊教你講啊，我嘅辦法是安尼款，你就原來我安尼款，可能對住嗰啲 testing，安咯。你樣講 OK，樣教你又冇想講，哎呦，未使教你我功夫能冇啦。冇，而且樣就 OK，樣家己只 interested，所以就會 share 個你，哦，我安做，安做，影響到個別人做啦。因為樣家己有陣時樣冇別伊個別子嘛，所以教你跑，你本是改變個別子對，所以伊本是成立啦。所以我較濟是我感覺較濟幾若間啦，我甲 Scott 去。你是較濟北海而已，還是 BM 多數加一間，然後檳城有兩間，我較 Scott 去。三間，檳城3間。檳城較濟啦。你當然少個跑個邊啊，當然。有。你這是你差唔多冇這是愛貴啊，邊個研究個邊嘅事。研究個邊學袂了啊，個邊嗰濟啊，也是學甲有時都是考研就對啦。你講一個所在個別子就分真濟無相嘅肥，無相嘅肥，個無相嘅處理辦法。你處理辦法，等下個一個新嘅處理辦法出來，咱下面一個 natural，一個 wash， 等下一個下面 rain resin， 下面幾厘嘅角啊，新嘅濟。學袂了啊，所以是 hobby 啦，當作是 hobby 啦。你無想去個別店？其實有想過，但有時我物件歹做啦嘛，出邊開一個個別店，賣個別咯。你當今你做咩？當今你少做到你家己成呢個係咩？我當今賣了 glove。手籠。你其實手籠是特別嘅手籠，迄是當今算做是我 patented and 無第二個，敢若伊一個呢。安怎咪 manufacturing 多冇啦㗎，我係 friend 嘅，伊是一個手領嘅 glove， 還是安怎款嘅 glove？手領 glove， 伊是一個 anti-microphobia 嘅 glove 嚟。所以成日咱當然 glove normally， 因為咱當然落緊做真濟 cross contamination 嘅物件，真係關啦。你 normal 嘅 glove 對啦，你可以別掉你手嘛，但你穿條 glove 時，你 glove 會掉嘛。掉伊 virus 啊或 bacteria 嘛，所以都咪會發現到即個 cross contamination 物件咯。所以我嘅 glove 呢是會互你排掉即個 bacteria 或 virus。when 你動掉，你穿咗，對，你即係動掉佢哋 bacteria 或 virus，伊就馬上 kill 掉伊啊。所以被掉掉，無插亂裝，你手動掉別位係咪？你頭手動一邊，另外一邊動掉，本表記咪嗰時已經是死去啊。對。咁伊個是內面本係function，意思講你手本身有 virus，你穿到佢隻手籠，你已經是 kill 掉你嘅啦。然後你是頭曬是安怎去除掉一個人伊想 maybe 伊人 invent 呢，即係人你去 contact 個伊啊，是變做你做改動。我一位 friend，伊 invented 嘅時是 during 即個 COVID 嘅時。COVID 嘅時呢，伊無事做啊，然後就想到講，咱有 mask， 然後穿手籠 ，mask 你會 filter 掉，哦 kill 掉好，蝦米也好，你會 virus 嘛？你手哦，因為你手籠有 virus 嘛，你一時加摸啊，夾掉伊 virus 本是 spread 嘅。所以按照這世界啊，無一個 glove 啊，是會刣掉 virus 嘅。伊就好似就去想啊嘛。所以就呢種家己去 invent。你已經捌伊啦是？好似未過。然後過了伊做呢個 factory 出來了，我朋友甲介紹。然後你變做成個甲伊吹人買，甲伊成 distribute 伊嘅貨啦。對。所以伊 start 嘅時就頭去做，伊就 start 頭前，當然是算到第二年，當然第三年啊。當然第三年，伊頭前2年伊是做 international 嘅，老哥伊冇做。所以過了舊年甲 start 舊年中年尾甲 start， 帶 local start 去拍。所以我就甲伊做伊代理咯。OK。
因为我感觉这个物件本是，人讲斗下手人啊。你若是用着这个方法，了，因为身边真侪朋友去倒落阮厝啊，真侪着。伊也无食诶，因为防疫人是无事 ，operation 无事，但是 operation 出来 get 落去就讲，virus 着 virus 着咩物件毋知，了就过身去啊。所以这事实是一种诶，这个 cross contamination，这大问题，落管处理其实，所以了你当今做事，你是背后出去你 hospital 啊，啥物物件都背后。当今往 target hospital 較濟。所以 directly 背後，甚至是背後成個背後 hospital equipment 嘅人，你知道 directly 背後落管處。direct 和 hospital，我冇見過別人嘅。OK。所以伊是大啲，所以家己有伊嘅 formula 啦，所以做伊嘅手浪是有家己嘅 formula 咧 ，formula 會 kill 伊嘅 virus 甲伊 bacteria 咪。了 99.99% of bacteria。所以等你伊是到底，你講到底馬拉加會做，伊槍是到底馬拉加。槍到馬拉加。哦。伊這個頭家呢，伊老闆是死病。哦。伊嘅會是講我食幾若大，阮食袂了嘅啊。了，伊起一間窿本無少鐳嘅，起幾十年本是家己鐳出嚟。哦。伊出身是做machine 嘅。OK。伊個 machine 是從大亞嘅 factory 做大亞嘅 factory。OK。全世界60%即個 machine 嘅做大亞 machine 嘅 market 是伊嘅。是伊嘅哦。即是伊爸咧，還是伊本身？伊爸。伊爸做大企嘅啦，伊本是到下接手做咯。所以伊爸做嘢嗰當時60% world market 是伊。哦。still 當見過有啦，樣 still 有係你整呢個。因為這是另外，這小浪是另外。因為 COVID 時就時候就講，我做這樣物件嚟啦，嚟鬥下手人，了本救人啦，講這主要是救人咯。所以因為我那是看無嘅嘛。所以就變咗希望安尼款嘅物件來做，了介紹朋友介紹咗時候就，這個物件也是本是好嘛。咱莫講佢自己做生意賺錢呢，這樣是救人嘅。對，咱講救到幾人咱唔知啦，但是伊有安尼款嘅物件會救到人嘛。所以伊會 prevent 了咯。邊呢有一間 hospital 往去對嘅時，伊就講這幾年來呢，樣嘅伊學者解開patient 書啊。書，因為伊講入來是無事嘅，然後入來我係 hospital 過了，伊就得 virus 喎，伊就 virus 這個物件嚟講，所以要對伊輸伊咯，輸了都免行累啊來講，你輸啊，因為伊就真係去輸個了，伊講要輸個了，即係輸個了，伊講入來當時 operation 啊，水8,000，伊講幾十千，咁樣免行喎，伊講你們。了解無事哦，一樣嘅即個 virus 係 rate 啊，伊本起，對人來講起得真懸，樣是伊這是無，伊是講袂使講啦，如果無講伊個名出來，伊是講真懸，嘟啦，hospital 啊，所以伊是講幾頭懸啊，伊本是想樣嘅吹辦法來，因為伊講我當然直直。伊講我 patient 我啊，逐日咱去洗是無可能嘅。對，因為今日我洗啦，了外口人來看 patient 嘅人，迄人都有可能掠壞你入來嘛。所以這是袂 control 嘅咯。然後 nurse 伊個人來，伊講伊個人就動教伊，我 nurse 入來動教伊，伊就對啦。伊講，伊 cross contamination 嘅 circle 就 start 了啊。所以講，若是有啥物件，講這個 glove，伊講用到佢都 test 掉啦。伊講，若是講伊是上到安尼一個，伊講對人來講是一個真好嘅物件。了，伊講伊特別伊外國袂本地，你特別過上個咩政府 certification 啊？伊梗係有咧，伊 certification 梗係有咧，伊梗係有。你當然 even 即個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本 submit 掉這 product。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伊個拄過樣人嘅，樣本是講，若是這物件，而家上到網嘅 claim 是講，這會救到真正濟人，樣係 strong recommend。OK。因為即全世界，從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講嘅啦，
全世界當今 cross contamination 嘅即個 percent 啊是真懸，幾頭懸啊，幾頭懸啊，用真正頭邊。哦，on medical line 真正驚咧款。所以我們希望嗰隻 group 若是影會上加往solve 呢個 problem 啦，樣子。如果 solve 得真正濟，真濟啊，因為救得真正濟人。前年啊，雖然迄個人啊，因為就安尼款嘅 virus 死嘅人。全世界啊，我聽過講到啲 hospital 掉infection 嘅人，唔是講嘅伊 original 係病。出事嘅是伊掉 contaminate，即 virus 還是 bacteria contaminate 咧，是掉病，會發生所講嘅。真濟，我記得視頻一個就掉啦 ，operation 出來無事嘅哦。不是咩個人笑哦，人去看伊個醫下，第二條幾時年出來就是 virus infection。你若唔知係咪 virus 嚟哦？伊個 report 就是講 virus infection，冇辦法。你如果做 virus infection，就是 cross contamination happen 咯。所以希望啊，即我們做這個本是希望講，哇！真係是講而家倒駕照人，都免濟啊！你講我減掉都一個3-5%啦。咁叫都無少人嘅咯。對。你是還是，所以你當今一個做是，伊是成個你家己公司咧，還是你做 under 伊個公司？我家己公司，我當做伊個代理咯。代理，我當伊代理。伊別個所在有別個代理，你看本來係無相講。伊無by region 啊，伊互我嘅是講全馬來西亞我個來使去地。OK。but 愛互伊知咯，咪甲伊 cross 掉咯。所以伊家己有去賣本咯。伊家己有去賣本。OK。伊有即係幾若間即係 hospital 大間啊 ，KBJ 啦，呢度。就 directly 甲伊。就如伊有計較，特別你會使 help 伊帶佢到佢處，伊做較快過來，伊成立，都係佢伊做袂了嘛。伊做袂了，所以講有啲人講你話我去做，我本是因為看到伊隻product真好啦，我甲做啦，我甲做。我做了伊你是所以你是干那是。做當今你 distribution 是 distribution 這超浪嘅啦，還是你少有別嚟無相成立 distribution 個？有啦，其他我做到 sport 嘅物件，food 嘅 snack food 嘅物件。然後像我當今我較 focus on 做嗰因為我感覺以前有啦，做得無好事啦。就是講唔是像。你是另外，你是另外，特別攤你有一個會倒腳手到人個較好咯。對啊，你都攤你時都倒腳手到人，這是一個正歡喜物件。對啦，都唔知倒腳手到人，那這是叫命。救命！那你講我去做勞軍，那就無可能啦，但是講這個product是倒腳手勞軍去救人嘅，我感覺這是真有意思嘅生意啦。所以我就講 start 去做。你家己出來做生意時，你定到你做了一個生意大，一間你講，還是去你 start 家己做生意，家己來日，你是家己嘅生意。你無對伊拍工啲貴啊？拍工啊？雖有啦，但是一陣怎講啊？一直有做，不算是拍工啦，一是做政府工嘅。伊是 political appointment 嚟啦。OK，對，我記，我當時小記啊，伊是有咧，但伊嘅時間較 flexible 咯。所以變做佢哋冇做，家己生意冇做。所以伊本是算拍工啦，伊是 contract 嘅嘛，伊本是甲政府 contract 嘅嘛。所以就變做算拍工。特別你家己即成你急掉，即好單你急掉啦。好啲急掉。起落落啦，有陣時好，有陣時歹，有陣時了就累啊，了就累這3-5年嘅，這就無去啊嘛。嗰啲另外嗰啲 start 咯。你平常時除了跑過比，你個想做下咩物件 ？hobby 係咩興趣？咩興趣？聽歌咯，我是較聽歌。咩歌？聽咩歌 ？Jazz。你是較聽 jazz 啊？我是較聽 jazz。
你 Apple Music 哦 Apple Music 啊，我無 subscribe。Spotify 有，但我較濟是CD 買 CD 啦，買 CD，用放 CD。有你見叫你 stereo set 咧，你無 invest 錢啦，你淡薄呢，謝謝。你是個聽是你是入面，大擺聽是到底安怎到底厝裡聽是車裡聽？到厝啦，到厝聽了，會砍掉，開到洗拍灰啦。哇，個木拋個鼻人裡面就嚟聽。啊，了拋個鼻嚟哩，放歌咯。喂，你做嘅物件，咁樣是只家己一人嘅喎。你無必出來，你當然出來睇美國咧，佢無來聽，無來參邊咧學見錄音啊，是你家己一人啉個鼻聽歌嘅數。啊，你有啦，你參朋友嘅時嘛有咯，嘛。我嚟講，你講 hobby 嚟講就是，你講我較多厝聽歌，啉嚟個鼻。啊，侬你無就是是 event 啦，我同佢嗰時有參其他嘅社團嘛。參咩社團同佢？SME。SME 係咩 ？Small Medium Enterprise 嘅一個 association。OK，所以成個啦，冇上嘅成立嘅多成個 medium size。工會咯，而家工會喺咯，一個。你攏做咩活動？佢就是做咩物嘢 ？organize。同樣第一行嘅就是 e-invoice 咯。哦 ，because 同見間維少每年愛行 e-invoice 嘛。所以嘛，即係 small medium 嘅一個公司，嗰啲頭條啊，做。你像 group 叫做這嚟樣嘅。我嘛請 income tax department 嘅 officer 啊嚟 sharing 啊嚟做咩嘢咯 ？help 樣啦。做下啲 event 咯，做下啲 event 先咪出來咯。你本時你感覺到你這年來做物件，你本時常是成個做社團啲物件，你是個做成個 group。做只了，做只 together 學到只鬥快手一隻人嚟看你講嘅，我都做嘅嗰時。我感覺我是講一個。因為這社會上啊，咱是人嘛，人就是你鬥快手，我鬥快手，你白白了去做淡薄物件，為一個社會啦，做淡薄咧咯，無人生來到短幾十年來做咩？又無可能幾隻間。甲人嚇，甲人笑命，甲人咪特別你人真好啊！你會學人教，你會學人，我學人教嚇。我話你人真好，所以你會使人會想 take advantage of 你啊，啥物？發文呢 ？take advantage 我真簡單呀，你 take advantage 咪一刀咯，第二刀嘛無類事。咱就知講你這人是啥物嘛，咪參了。對，無咩啦。人生嘛，定都無食虧嘅嘛。所以你真看破啦，你無使講人，你咪假啦，做人假啦，你是無用啦，就歡喜咯。其實頂頭嘅時，我係基本，你講你真係你無 active 啊，嗰邊嚟學嘅，特別頂頭我係基本嚟學嘅，我堂頭冇你個 start 嘅時，你本是真係做心到塊手邊嚟學嘅呀。你是出名嘛？你是出名嘛？แล้ว有啦，你成個往時我俾安排物件，係咪 because 我到美國嘛？你常常會鬥快手啊有啦，你頭先係記得領字咯，金都金都。定住我看佢小英嘅定住是，我一情節嘅 special 嘅時我放。嗰時是07年啊，09年嘅事。07嚇。哦，你夠久啊！你本10幾年前嘅。嚇。我是爽啊，歡喜哦！到底係咧落地嗰種對 ，ice baby 嗰種 ，ice baby，對，哦，好似咱頭一刀會記得你哦，對，頭一刀，然後是爽。見到老實講啦，我冇而家無想到教，我都係做20。我而家這點我教學咯，我真正學咯。我家己冇想教。我家己嘛無法試啊！都這年，我聽住你講，我叫我做 episode 時，我是寫空字嘅 start 嘅嘛，我時我講我 file 係咪嘅？然後死話搞鬼啊！做一整嘅死粉絲嘅電視劇，我冇想到 short 啲 file 時我係寫一空咁啊，一空咁樣到底上位啊？到底我冇想到嗰個電視嘅啫。
我無拍算咧，無拍算咧做，安尼古本啊，特別我是一批咯，你知你是頭一批，過啊是有無相批嘅人來，然後個新人個就個當今個無個新人入來，你看咯。對啦，來去，但是無你嘅堅持本是袂行。對，無你熱心啊，甲無你堅持啊，邊啲福建蠻會行。對本。我那到今日，到今日咧。是我們是無講拍攝，我成日若是講我暑假嘅物件咧，我做姑姑我未做。若是講我無暑假物件，你硬硬叫我做，我做袂成嘅，做袂過。但是暑假這物件，你堅持逐禮拜啊，按你做啊，做20年啊，無簡單嘅咯。你囡仔摕出世到當基本20年，你看阿斗幾驚咯，阿斗。好啦，阿斗嘅驚，哎呦，阿斗嘅驚都大漢。阿斗係孫啊，大漢啊咯。係咯，你冇幫時講7年咱做咧是阿斗來嘅，驚個細漢。無電，你驚咪無電？無電。我掂啦，哎呀，當然覺得咁大漢咯。少，哎呀，我同你講頂一時我即阿斗同佢要換 Uber， 換迄個叫咩 Grab 嘛，伊只一年啊換 Grab，你定到我講 Grab 嘅 topic 時要起來講咩？因為我頭擺對面嗰時，我真希望講我只要叫 Grab，我叫到伊就，拄啊我叫到啊，一道時，對。我看一間面咧識啊，但不過無想到是阿斗，我知哦。我看一間面識成真只腦子是在我嘅人，我吵即佢在教，我同你在教咧就佢會，咪姑，係對嚟嘅，安尼啱啊！哦，條咩標呢？哎呦，我們只久無通阿斗嘅咯。是啊，你知道叫 Grab 就你問佢幾隻車？我對就是無換車咧嘛，所以我較就是叫 Grab 嘅。我特叫本可以叫到頭一擺，然後我呢一年都叫車就頭一擺可以叫到伊車。誒特別你叫到你前面啲巴士所只鏡，然後做你一人話，所以有緣啊，就是。這應該是夠嘅，這應該是10幾年啊嘛，你10幾年緣冇咁簡單嘅。即係 OK，你講起這邊嚟福建，然後就轉到嚟講邊嚟福建啫。你來，你頭聲是你實有對，咱感覺當今，你看起來邊咧福建嘅是你嘅 impression 是咪要聽看，到底是外邊嘅人來看，邊咧福建嘅頂到你捌參一陣啊識，你當今看起邊咧福建，你感覺到咩？感覺到咩？一項我也是佩服我，你會堅持咯。這樣是，但是講到邊咧福建，無想到別嘅，頭一個是想到。哇，硬安怎你成日做20年，打20年，做這年是，這是真佩服嘅，這無簡單嘅做嘅，無一個人會做，會堅持甲安尼，有這是一個是 first impression。因為這是想袂到，因為邊咧福建，個安尼是朋友嘅了。有當時無常拄到，但是咱過去關心一下，我這個獨啦，咱下面啦，我哋是叫咱甲打波嚕啦。定住我甲打波嚕，我無做無甲立場，我無做無做好，我到底唔是這last time，個一打舊年我對迄時，我到底我到 Uniqlo 買衫就，到底到一間我未記得一間啊，到底 Uniqlo 唔知到時間，應該是啥是到底是咧 Queens Bay 入面，都好類人喎。我到底拄到人喎，上隻就ไป去 shopping 甲伊，我管伊甲立場甲伊哦。想拄到，係樣我們是真濟年無記嘅呢。是咯，就是種，嗰一個上家講安怎，互咱有當時咱唔捌嘅喎，有時但是這名啦，這個啊，拄到啦，所以有一個安尼款嘅機會，我覺得捌哦，本是一個真有簡單嘅物件啦。就我真係朋友嗬，我成阿龍都知啊，阿龍後頂阿龍，伊講伊邊嚟福建嗬，誒朋友啊，是伊嘅生活裏面嘅朋友是一大部分嚟嘅。是我咪是想，我咪是只捌得安尼濟人，唔是邊嚟福建，我咪都捌得安尼濟人，我唔捌到你咯。是啊，所以無簡單本啊，這應該是無簡單，應該是無簡單。
了你知人頂到是人會頂到我咪是去迄個 switch 咧叫人去 switch 去做，有時候做頂到要介紹人下面是 podcast 話講到要死嘅，大人冇明白，別啦買啦，哎呦個 internet 啲發燒大啦 ，internet 就辦啦，哎呦真貴啊，我哋打貴。當今究竟見下只2000幾唔知幾年2000 maybe 20002030冇，變零啊 Malaysia 啦 Malaysia podcast 變咗大人有 podcast 當嘅，頂到你叫我真係笑，我叫我寄咧 recorder 都係叫人，隨口人要做咧變零，咪叫我要聽變零嘅笑就笑臉，做咩就做嚟做去本是坎坷做未成，當今我實成個今年舊年起實真一人來做 podcast 當今。這幾年去較有真誒，一定是 COVID 過啊，真濟 podcast 起來。你等頭控幾 start 起淡薄，過了就真濟人坐去啊，未 continue 坐一集。是啊。我想講 podcast 應該是無本是了咧嚇。媽咧，在這幾年紅染哦，介濟人佫在做，尤其是台灣佫真濟啦，香港佫濟啦。咱馬來西亞紅染起安尼。你咪做咩？咪啦，我嘅聲無夠曉。你曉不咧？做久我就曉啊！你無想做咩？你無想講哇 ，maybe 我要做這個你講嘅 maybe small medium 什麼 enterprise 上面。首先，你做這個像個 podcast 啊，你會咱講個人魅力啊，對不對？無咧個人魅力去拖人哋。個人魅力，但係說有個人魅力。好啦，你買辦咩？你啊對。個人魅力無法擋。對，你笑嘅聲咯，你12整笑嘅聲甲當叫啊，一聽到你聲啊，真濟人嘅煩惱就無去。Oh yeah！ 啊，所以啊，你當時人sen你就開別人 podcast 聽咧。你聽到阿轉嘅笑聲時，你嘅煩惱減一半。佮聽見落誒，你其他講咧，都點樣個嘟嘅？你煩惱都冇嘅。你個屁笑喎！鬼條條炸，喂笑聲嘅掛鬼。掛鬼啊！鬼聽到阮走啊！都是個屁笑免掉八卦，就旁邊咧學嘅大笑，鬼走去了。對啊，感覺出來淡薄無勢，你就放鬼聲咧。這條文係成個落尾聽，我感覺你出來了，淡薄成個有冇咩陰陰嘅，看旁邊咧學嘅大笑，望幾 episode skip 你幾 episode。頂到你慘嘅事啊！我講幾 episode 啊袂，有講幾啦。我講過啊，我甲人講過，我朋友，我記我甲你講過，我朋友伊厝是一人嘅。講，若是我嘅厝喺紅染一呢，滿呢，伊就看鬼戲咯。伊講我嘅鬼戲就放嘅，我規厝就滿。喲，滿是鬼甲咱來啊！啊！我這朋友是看到鬼嘅。哎呦！伊講鬼真是甲看鬼戲嘅。啊！伊講伊厝一放嘅鬼來嘅，講滿滿。喲！唔伊管事啊啦，細漢到大漢，伊講我就看甲管事啊。特別我真係啊，如果機會我無感覺。有可能我哋幫別人福建，所以聽古嘅人唔敢，鬼唔敢來。對，你有咧別人福建嘅鹹就真嘅。所以鬼唔未來。不止嗬，我是要做明年2025年是別人福建20年嘅。我想做隻 gathering 啊，是隻 weekend 嘅 gathering，到啲 hotel 拍算啦，所以講吹一間 hotel，愛來大人來大，買來大人，拜六隻人做隻 buffet 到啲 hotel 嘅，然後做隻人得一點，我就半大啊，當見老師講，頂到時我是想，哇，這隻 idea，即係20年時我咪是到啲咧，變成 back 去做嗰陣大嘛，然後是20年，哇，咁要做20年啦，是淡薄，哎呀，閒，半大，所以其他人做啦。
唔是麻煩咯，你真係咁麻煩啦。แล้ว我後尾想想講，啊無咧啊，咱去睡 hotel，แล้ว I gathering 嘅人會使來找我人 ，at least dinner 嘅時，但是唔會做一大人，亂個咁大，所以咱上面要找啥 enough 夠人嚟講，咱就喺 hotel 講 group rate 啊，規個之類嘅呢。then 做一大咧嗬，咱是無講調啲愛安排做咩活動啦。是講拜個隻 in，然後人 maybe 拜咱是想鬆鬆啊，咱會行過去公打啊，還是去到去食物件啊，咱坐車去到去七島羅灣山啊，然後去食做一陣咧，款成個愛來人來咧咯，一做陣都無差不多人少人都在去，然後到啲 hotel 會 relax 啊，呢拍殼啊，那款呢，我就會做。你你隨住上間人講 bungalow stay 啊，我水幾間 bungalow。有啊，成條本特別 bungalow stay。你要抽波，啱咩？佢哋做白面要啫。唔係嗰啲安排，我梗係驚什麼？因為除咗，哎呀，咁唔使教啦，我到學校嚟講嗬，路伊房間嗰陣是有啊嘛，佢都愛睡買睡，我就半途啊，當然，要長就 organize 我梗係顯啊。你頂到特別做咩物件，特別 organize 就我家己頭家顯，你知哦。所以我當時想講古幫咱做07年，咱做監督嘅時間嘛。係你那個都免還嘅，未難乜咯，還頭家正聯絡，頭家顯唔是咱做，未難乜嚟。所以我咪有講唔同，我去 hotel 位，所以啦，我到時辦事時看就是愛啦，只一人問如啊，特人，我特人問。講到邊啲學嘅人講，哎呀，我聽到對句，就係譬如說，誒傻虎安怎啊，傻虎，啲人問嘢都知哦。所以我講一頭啊，一對，我就俾吹傻虎起來，學人交代就嚟，咁樣個大家講話就，出嚟咁樣放喺一人裏邊講，你會甲大家講咩？講緊咩啊？我唔知講，我沒有講啦。我祝大家身體健康啦，發大財啊！當今雙虎安怎啊哈？但係都冇一知啊，都細細漢就冇告訴當個大漢做咩生意賣咩酒龍。就是咯，你我愛買酒龍嘅隨我。哈，愛啉咖啡嘅咩就隨我。白白去啉煲咖啡。係咯，一卡殼咩就隨我。OK，咁我未到呢節談嘅，所以如。這幾年呢這年南邊我講本來學經期有差唔多20年啊，所以你南邊你想有經過蝦米物件攞掉，經過是正成個較坎坷嘅日子嘅經驗喎，這對，但係你真看會開，是講比如唔知講成講咪就第坎坷這20年入面 challenge 就你啦，有經驗嘅。你是講邊啲？冇家己，冇家己，真是。我老爸幾先咯，講幾年前嘅你是？是講100年。是講100 ，OK。對，你老爸幾先對你影響怪大。是安那，幾十年哦，咱生活內面電有伊喎，然後好像自己無伊啦喎。因為安尼幾年來，我本是多厝嘛，伊本是多厝嘛。所以生活內面就是成日一個坑嗬，一風險真一坑嘅呢。對啊，了，即係物件嗬，你房間都感覺人無嘅喎，咱古講物件講，別緊啊，因為交代啊，嗰句啦，無咱安怎啦，咁啦，你房間無伊咧時，你感覺講，哎呀，成個無會到咧就，你無會到咧。你以為安怎會啥？加掉你蝦米物件，加你會想講學到蝦米物件，แล้ว會改變你嘅蝦米物件看法，安怎改變你個基本性看法？物件買單咯，物件買單咯，真濟父母時間本差唔多，然後咱大伊老了，伊個時間你剩無濟，咱拄着伊個時間，我無去做啊嘛。是安咯，珍惜，甲少，特別少。所以當時愛食就食，愛行就行，愛喙愛甲講話就咯，莫閣像啊後生誒時講無細聲講話，咪安尼去。
有意思啊，容易怪命，行到老啦，我嘛都80岁啊，你嘛都冇，你嘛都冇我爸冇， 80幾啊，我爸8，幾時幾年8？我爸85，我嘛84，都80幾歲啊，是啊。因為我每看到真老咯，唔知你看到人啦，最近是比讓阮真老去啊，慢去咯，แล้ว我媽邊聽，在卡頭會聽，特別我是 because 頭條我個大呢會，所以我未就講特年就到時未對一刀，個人就過日子嘅款啫。是啊，阮只未講過啥，特別好嘅在咧是講當今有成個 FaceTime 嘛，那款我感覺到，你會使，因為你無見到面，你會想淡薄面韓國嘅款啫啊。阮話啥，阮較好過定刀呢未見到面咯。好貴你古邦，你敢若你頭去美國，你敢若拍電話，都未常常拍。講得貴喎，吼，都未常常拍，你當佢有 FaceTime 款物件哦，影哦，看會到，佢講幾點鐘分唔要緊。對，都差真差啊！你當然這20年內面來真正歡喜，真開心嘅事是蝦米物件呢？聽別人播卡數，計牛狗是咁啊！我係淨係在博嘅40塊，突然別人學見博嘅死，蝦物件成個是你感覺就真歡喜誒物件，真大慶祝嘅物件。大慶祝嘅物件喎，大慶祝啊，大慶祝無咩啦，是不是？蝦米物件做你歡喜？就 generally， 我還未歡喜嘅喎，我還未歡喜。都罵我嘛是歡喜。都是講你人真好。因為你所講今日我甲你一個朋友啦，你學人罵我，你罵我是無意義嘅罵啊，我不歡喜嘛，因為我看清楚你一個人，我唔愛甲你交往了。你真看破啦，你。哦，你唔免去煩惱講，哎呦，佢去罵我，哎呦，怎你罵我？無需要嘛，你罵我罵煞咯。你特別我真夠看破咩嚇？我聽到我把你都時間看啦，你說哎呀啦 ，OK 唔要緊啦嚇，然後是安尼嘛。你覺得嚇，我哋菜 OK 啦，唔要緊啦，然後佢啲 Q 氣都 Q 氣嘛 ，Q 家己呢，都冇得 Q 到吧？對。假講我罵你啦，對。我罵你罵過一檔我嘛煞咯，但是你佢啲 Q 掉，哎呦，我數罵我又數，你要 Q 2年哦，你都唔是共講2年，我罵你嘅時我共講3年。罵你人佢未記啊咯，我未記啊，但是你 Q 2年，需要咩無需要嘛，所以你罵我嘛煞咯，對，一檔年嘛煞咯，免去 Q 閒嘅字啦，人生短短幾十年，永遠一笑就笑，一食就食，一行就行，一啉就啉。對，時間夠嘛，講拜拜就算咯。特別我最近冇夠會寫得一笑啊！有啊，就有笑啊，就會笑嘅，來笑到咧話啲啥物退休啦，交淚啦，交淚退休啦，然後可能死時佢做咩啊？死時感動咯，都沒有怕水咁滯哦。嘛，古邦咱未想對。領導小人就是想到，哎呀，冇得教，冇點寫噶啦，是冇得笑咯，公司或者幾歲呢公司，當劍冇啦，有啲哎呀時間夠啊，人說對吧？咁大咯，你煩惱啦，時間夠，笑掉啦，都係弄夠掂到就傻啦，對哦，嗰度咁啊咪，我哋朋友買咧，嗰個網會啊，apartment 啊，一triệu嘅8蚊啊，一triệu嘅8蚊，你一triệu嘅8蚊幾十千哦，哎呦，有時我係都會隔壁龍狗，我講免累啊，你燒出來啦，龍狗倒你就煞啦，我係40隻免啊，死咗係咪去擺咯？對唔啦？我擺咪擺啦，我只是講我個冇驚字喎，了冇驚字了。免，你嗰度係有一單你明白？天地該開幾十千，免啊！你閪掂都去就傻咯。
对，就要想本你真无想，你想看啦，你无插安怎，咱无惊字无下面本好。咱就是讲，你断起了交下面了，嗰嘢事就要甲你處理，你咪是就要想啫。我就安排。了緊呢，你一直咧，你再甲你處理，你一直嚟死嘅咧，放嗰度邊搖啊？你講，你若是小可老嘅，你無會記，你若出來一個人啦，出來就無人咧，出來無人，紅影你干那一人爾啦。啊，意思講你身邊人干了無啦，出你一人啦。你做下對啦，人講死一禮拜後，咧馬達接來時，馬達甲你處理咯。對哦，馬達無可能買甲你處理嘅嘛。啊，對。你就做下搖啊搖啦，馬達嘛甲你處理咯，要來甲你送去落關注，一隻隻落。隻落了做咩？你無可能甲你燒掉嘅嘛？一定就是甲你叫人來處理掉。處理咩 ？Christian 就有樣嘅，種嘅咩家長啦，對哦。了若是長人嘅佛堂啦，真濟，嗰啲有人處理嘅。放心。免煩惱咧，這。免煩惱啊！這是散戶嘅 advice，OK？哎，對啊，對，你去想安尼濟，免我哋。除非你驚人誠濟，咱另外講哦。人老了你驚濟啦，孫啊咩啦咧。超家會。啊，你家會在本程做，不單係驚你小白，孫啊個小白。你無另外講，你講無嘅，可能無驚人無咩，啊應應情情，買煩惱啦，對。咱去就說要拜拜。無咩啊？你有想買退休哦？退休啊？無想，我應該無想到。有無想啊？未想過，還是想過啊？買啦，買退休。無正去想啦，反正想講，退休，但是退休喺做咩？退休咱無人哦，咱一人爾。特別有可能你搞你家己生意，你搞你真係是你家己生意，你做物件本身個會慢慢改變嘅，你較晚人較老年嘅時候，你成個講你當然做生意，你唔是干那講賺錢啦，你要賺錢啊，佢講會幫助到人嘅，可能物件，所以變做較有意思嘅講起啦，因為你只是家己生意算，所以變做有人是換工，有人是退休啊去做，啊得去做 volunteer 工，還是做人家己愛做嘅物件，有人是愛食飯，還是啥物物件。我就無會想咧，無講想想啊想啊。了，尤其是若是講你當今愛食飯有機會食飯啊，愛啉咖啡，家己有攤泡，家己有興趣，愛 CD， 家己有攤買，本是對生活本就滿足，我都免講個調啲當個退休，我個來做咧物件。是啊，我每日想想啊，所以我就無想愛退休啊。我愛退休，我對唔嚟些大。對狗人搖啦，佢哋看天咩？你嘛是神。我想要退休就是我想要對，我想要到對唔嚟些大較久淡薄，我大擺到第一間是3禮拜呢，所以我不想，我是講我退休來講，我會做大較久淡薄。你無想，你會使來整買一塊地，然後來整多半年整菜、整龜子啊。唔好買，半年後個對魚啊、米糕啊都對來。整菜我敢買啊！哇，我叫 Grab Food 嘅 ，OK。整菜我敢冇得 good 辣咯。整菜半年我有拍算咩？我有拍算要做本來福建嘅老人經哦，唔是要做 ，OK， 我唔是要做，我要成日講當今就興講佢哋北人嘅老人經啊。靠 standard 淡薄嘅就，然後第二看啦，然後家己8蚊咧，我想會做招一點，然後佢講 ，OK， 我招到2樓、3樓，摸個了是變得好見家己嘅，黃地啦，你揾買啦，揾無好啦。做咩做？多你邊啊，人家咧就規日暗暝就聽到你笑嘅聲，冇啊，落去樓下 studio 樓下個笑。真係佢表出邊嘅咧，講冇，但係想看到邊啲學嘅，你做隻大嘛，較會，佢在我看咧嘛。有啦，但是你8蚊邊有其他人大嘛？你我啲邊啊嘅。嗱，我買潮咧大聲個鬧時，最基本咧，超無啦啦，丹田冇啊。有冇老行咁
笑未笑得济啊是，你想看，咱老人吼，想无物件做是闲的是，你一班的朋友都我吼，你莫讲大家爱做物件，我想要小只根本好诶，我啦啥？對啊，是啊。所以白啲邊咧學見老人經開時，我甲你講，未必就係大。等你落物件拍表好了吼，咱時間差唔多夠時，咱會使吹嘛，吹隻。咪時間差唔多夠，嗰個就咪死呢？是我要打，我要 enjoy，我唔知去打俾等死話賣哦。時間等係時間夠，做就是等死啦，我嘅做。咩我當時做邊咧學見錄音啊，我就寫事啊，唔是一禮拜一刀啊，特日做啊。你同啱就開出去，做錄音。卡咩錄音起來？誒，本咯，我是阿三成日有意思，我有只邊咧學見你聽講識，我就興趣本地。哦，對啊，免講只人冇可能，你有啥有10口啊，阿面10口啦，較就是咧，個無棒有囝子就無棒囝子，買棒囝子咧要家己帶。แล้ว我冇驚字是冇驚字做啫。你話叫想有10個人10間嘅你看，你免講大上為本好啦，一棟硬啦線嘅是，誒驚去做物件啫，去食，唔是趣味本啊，佢家己一人。是啊，這是咩？個盤。冇問題，這 plan 這就嘢。我是咪做 OK，只人講哦，你要開 plan 啊，解咧咪 developer 講我買啊，是我就20年，我就咪做老咗。誒，特別我講30年時我要做老咗，30我到時30年嘅嚟算過啦，還是30年時我已經是60歲啦。60歲聽出啦，60歲個會啦。個會都希望我是那是有學期嚟講，人我學嚟講有可能啊未死個咯。了第二條。maybe 我退休啦，因為我退休了，我會對佢，我會安排，我會做，我會想，我家己親身，我會家己去總者啦。然後我是要拍算，但是講咱做會夠嚟講30年時，我要一巴掌，我要睡一個地，要去搭做古代，我就變得去古代。哦，未歹哦。然後第是好兄弟，我會使看，去聽招，我會使來看。你古代是愛唱咧，迄個福建版的呢，嗰是愛唱歌。我做個了，唱歌，我會使調酒班，你知我家己揀做調酒班嘅衫嘛？頭一名調酒啦，第二名福建，那第三名誒未上正，咱60歲啦，無力了，未必咗一半會啊。喂，一半行着來誒。誒，擺啦！我個邊有老爸咪我會得去病卡。誒，小仔哦！誒，咱叫吼咧，使叫請你拖，然後咱家己要來，咱家己成個要帶去啦，一人規律，然後咱嘅累都寄來，就是請你未老爸嘅人啊，咪帶出一個咯。然後哪有通看，然後有通食四個湯嘅呢？我愛咯，我愛。老爸四個湯。一個按。10年都當係超，10年咱差唔多咁樣退休啦嘛，咱一班。對哈，所以會使應該是，我是拍時啊，我是10年傾就係，我是 plan 20年是要做個大嘅，所以到20年講緊delay 10年，別，佢delay 10年，我唔知60歲先，哎 delay 啦70歲先，70歲先咱咪其實凍格啦，咁樣其實，咱就冇得唱歌啦。哎呀，70年時間你就要搭白雲沙是。都是來叫曬工來的。人講的啊，當今叫阿準，咱就叫沙烏。唔使叫是，唔使去你傾叫是唔是去大頂嘅？你是請起來嘅。頭一擺教伊咧放湯嘅咯，咱食。啊，對。啊，God，就是我啦。OK， 感謝沙虎。感謝你都頂嚟講講到3點鐘。感謝好巧啊！啊，我是被成日講，我唔捌阮嘅錢，我今日掉上，我無只物件我唔知，本來我唔捌每個都無講到一種嘅物件，成日較私人嘅物件我冇講到嘛。然後有
有你大家 share 一下，佢們是趣味，然後捌到啲山芋。是啦，嗯，本是捌到攞本是我係做工務定。哇哈哈哈！你是想我再講，原來一個人會堅持佢到堅持20年啊！Number one，長命呢個長命。這樣有心啦，我這樣有心。是。阮是邊呢？阮是大家，阮是我家己一人做來講吼。但 because 邊呢福建嘅 podcast，伊是唔是講我一人講嘅？邊呢福建是我參一定嘅人嘅。人大人他是只招人咧，就是只招人嘅咋。對啊。所以平常時拍底冇大人，人佢就是參一定人講，一定人講，人講咧就變朋友去啊個了。是啊。所以如果像別項 podcast 講冇咪上嘅話啦，實際有兩三請來嘅，實一刀啦，走啦，冇見嘅。對。即到對來，點識嘅，到對來咧，較無上啦，為人較 formal 哦，你啊，咱這哦，咱先幫嘅就對。對，想先幫嘅。是啊。好啦，感謝，我希望下晝對佢就有機會跟你見面啦。會使，好一定。特人問你啦，特就會來啊，就變咗喺我見嘅，就拎特啦。迄個山芋咧，迄個山芋啊，你真係自己教問嘅山芋。啊，係咪？我媽。哦呀！山芋咧嚇，山芋，特擺會山芋嘅咋？所以我特別好嘛，聽真耐 episode 啦。我都怕我當下我聯絡伊個吹入個鼻。我叫你泡個鼻啊！你。OK 啦，感謝所有，大家若是啷去個物件，把當物件個要知較濟啊，所有物件是當家到你嘅時來攏問 ，OK？感謝大家去，感謝所有，下禮拜咱個再見過，拜拜大家，拜。YouTube 嘅朋友，頂一日無聽 episode 頭一個接啊聽講，是啲小附件、山附件，做物件做咩聽？了正伊看第一聽，看聽，我第一集正要現在錄音時，該通知你大家再見。